孩兒今次到京師經商，你要好好保重身體啊！你謹記萬事小心啊！爹，救救孩兒啊！何事如此慌張啊？孩兒喺上京途中被山賊洗劫，貨財兩失，無法如期交貨，需賠償損失啊！你馬上轉賬去我 send 俾你嘅戶口啦。為咗孩兒，我只好且慢，假亦真是，真亦假。施主，等我贈你貨片三式啦。第一式，保持冷靜；第二式，乜都唔俾；第三式，黑實扣捉。施主謹記此言。你做官嘅伯父亦身處京師，你何不與他聯繫啊？伯父身負重任，分身乏術啦。哼！伯父早已告老歸田，何方妖孽？竟用西域嘅深藝大法冒認我愛兒？巧在舊都有人受，記緊防騙三式，騙徒唔再得戚。仲有金管局推出咗治安全服務，好似保箱咁，為存款加多層保護。即向銀行查詢詳情啦。